Hello， 大家好，今日開箱嘅主角 Pixel 11系列 Pixel 11 Pro XL、Pixel 11 Pro 同埋 Pixel 11 Pro Fold， 咁佢哋對比上代有咩進步，同埋喺香港嘅使用有咩要注意，一齊同大家分享下。我哋睇咗 Pixel 11 Pro 同埋 Pixel 11 Pro XL 先啦。未接觸過呢個系列嘅朋友呢，有一個概念可以俾你哋，其實好簡單。佢哋嘅大細嘅分別咧 ，exactly 咧就等於咧 iPhone 嘅17 Pro 啦，同埋17 Pro Max 大細機嘅分別嘅啫，純粹。佢哋嘅效能、影相完全係一樣嘅，分別咧Pro 同埋 XL 咧只係咧6.3寸嘅屏幕同埋6.8寸嘅屏幕嘅分別，其他所有嘢係一樣嘅。今年呢個11嘅系列咧就有4個新顏嘅色嘅，咁Olive 啦。Canyon 啦，仲有隻 Ford 同埋長青嘅黑色。咁喺面前嘅就有呢個 Olive 啦，同埋呢個 Canyon 啦。呢個三文魚色都係今年嘅主打顏色嚟㗎嚇。咁隔離咧就係佢上一代 Pixel 10 Pro 同埋 Pixel 10 Pro XL。咁大家見到啦，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咧個眼罩嘅位置啦。今年咧副超咧再大啲。咁見唔見到咧？呢個咧就係佢今年嘅 signature 嘅功能 Highlight。Highlight 係點樣玩法咧？就係當你使用 Gemini 嘅時候咧，佢會識得閃；又或者咧，你聯絡人入邊嘅常用聯絡人咧打嚟咧，佢都係會識得閃嘅。不過咧，暫時咧就只係得來電嘅時候或者使用 Gemini 嘅時候，呢個 Highlight 咧先會發光。咁大家想要嘅第三方嘅通訊軟件，例如常用嘅 WhatsApp 啊、WeChat 啊嗰啲咧，係未支援到嘅。咁希望後續嘅軟件更新啦，可以支援翻大家常用嘅通訊 Apps 啦。咁應該咧就好玩好多。Pixel 11 Pro 系列啦，繼續啦都係256、512同埋 1T 3個容量。不過留意翻咧，今年咧256G 咧就係配12G RAM 嘅。16G RAM 咧就只係用喺512同埋 1T 嘅版本，而且512同埋 1T 嘅版本咧，亦都咧會係用比較快嘅 UFS 嘅 hard disk。如果大家係諗住長用嘅，建議入手高容量嘅版本啦。咁你升級嘅當然有 CPU 啦 ，Tensor G6 3mm 嘅製程，AI 運算速度比上一代快咗50%， 螢光幕亦都去到3600 nit 嘅亮度，鏡頭感光元件大幅提升，進光量加強咗30%。不過其實玩 Google 咧，不嬲咧都唔係玩硬件噶啦，最主要就係玩佢嘅軟件，永遠都有最新嘅 Android 版本。今次一出嚟咧就係 Android 17，Gemini 亦都整合到咧去原生嘅所有嘅 Google 軟件入邊。咁個使用體驗咧，暫時咧同其他手機咧係好唔同嘅。好啦，另外一個主角 Pixel 11 Pro Fold 對比上代有咩進步咧？即刻睇睇。Pixel 11 Pro Fold 對比上代嘅進步其實咧更加明顯。首先重量由舊年嘅257 gram 大幅瘦身到去239 gram， 機身亦都薄咗。CPU 提升到去 Tensor G6， 內外熒幕嘅峰值亮度都去到3600 nit， 相機嘅廣角鏡頭亦都提升去到24mm。我自己最中意 Pixel 11 Pro Fold 咧，就當然係個外屏幕啦，大家睇到啦，佢個外屏咧真係同咧 Pixel 11 Pro 咧係完全一樣大細，甚至我自己視覺上覺得仲大啲添。咁完全冇嗰個其他摺機外屏比較細、比較窄嘅呢個問題，完全唔需要打開，可以當一部正常手機咁嘅使用。咁呢樣嘢咧，確實似乎係 Pixel 11 Pro Fold 獨有嘅一個設計，係好正㗎。平時出街真係唔使打開啦。好啦，咁我哋咧由
Google 嘅前身 Nexus 嘅系列咧，其實咧一直都賣到而家咧 Pixel 11系列。咁咧每一年咧都仍然咧有好多問題咧，大家有好多疑問嘅。咁啊最常見嘅同大家解答下啦。第一個問題，竟然咧仲有人問咧用唔用到 Google 嘅？可能最近呢幾年咧，大家真係接觸得啲內地機太多啦。咁啊，如果連 Pixel 系列咧都冇 Google 咧，咁啊真係唔知點算好啦。咁啊 Google Android 嘅系統就係 Google 整出嚟嘅。咁啊，如果佢都冇咧，咁啊唔知邊個有啦。真係還原基本步啊！亦都有客人問我哋 Google 有冇中文嘅？咁當然啦 ，Google 係同 iPhone 一樣嘅，佢係 multi-language 嘅，支援晒全球語言。當然繁體、香港中文都有啦。用唔用到 5G 咧？咁啊呢個確實咧，其實由 Android 15開始，全 Pixel 系列咧都用到 5G 噶啦。就算係比較低階少少嘅型號 A 系列咧，都用到晒噶啦。咁而家去到 Android 17，當然更加冇問題啦。香港所有台嘅 5G 咧都係適用嘅。仲有 VoLTE 又點咧？VoLTE 咧，其實咧都比之前咧進步咗好多。我哋測試過3CMHK SmartTone 嘅 SIM 卡都冇問題。咁啊 CSL 我冇卡喺度，大家可以試一試，留言話翻俾我哋聽。咁你哋賣嗰啲 Pixel 有冇鎖㗎？咁其實咧呢幾年賣緊嘅 Pixel 咧，全部咧都係啲官方發售嘅版本。咁啊冇鎖機呢樣嘢嘅。而其實咧老實講啊，時代不停咁變嘅。今時今日喺市場上邊咧，所謂有鎖嘅機咧，我啊真係未見過啦，好多年噶啦已經。我唔知啊，去邊度揾到部有鎖嘅機俾你？理論上有鎖嘅應該值錢啲添，物以罕為貴啊嘛。好，版本嘅分別，尾版先啦。今年嘅尾版咧，雙 eSIM 嘅設計，冇卡槽嘅。日版影相有聲，有卡槽。咁我哋而家主力嘅售賣咧，都係台灣版同埋新加坡版。咁佢哋有卡槽啦，影相冇聲啦，而且保養方面咧，亦都比較方便。因為我哋而家賣緊嘅 Pixel 系列，全部都會跟翻12個月，幫你免費送翻當地做翻保養嘅。咁我哋都會主力售賣翻新加坡啊、台灣嘅版本。Pixel 11系列嘅開箱分享就去到呢一度啦。Like and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之外咧，記住咧 follow 埋我哋 IG。咁 Pixel 系列嘅價錢同埋貨量咧都會不停更新。我係三和電器嘅Simon，多謝晒大家支持 ，Thank you。